港山多平地少，有好多市區嘅土地都位於斜坡之上。我哋調查出有山泥傾瀉風險嘅斜坡係會有以下呢三大特徵。第一，斜坡嘅去水道嘅污水係會變得特別污濁嘅。第二，斜坡係會有唔尋常嘅震動。第三，斜坡表面會出現異常嘅裂縫。針對以上嘅情況，我哋研發咗4二查呢個系統。系統設有遙距監測系統，可以隨時監測唔同斜坡嘅數據。系統設有光線感測器，可以感測去水道入邊污水顏色深淺程度嘅變化。污水變得污濁，就會向系統發出警告。警報：水管入邊嘅污水顏色有異常。另外，我哋都用咗 microbit 嘅陀螺儀，當山坡出現異常震動嘅時候，系統會自動發出警告。警報：斜坡有異常震動。最後，我哋鋪咗光纖線喺個斜坡表面，光纖線嘅末端係設有光線感測器。當斜坡出現裂縫嘅時候，光線感測器就收唔到信號，就會向系統發出警報。警報：斜坡有異常嘅裂縫。當系統收到警報之後，就會通知工作人員去檢查並進行修葺。系統會向已登記嘅市民發出短信，通知佢哋該處有山泥傾瀉嘅風險。我哋希望呢個系統可以幫助到山坡嘅維修人員，盡快揾到有山泥傾瀉風險嘅山坡，以盡快作出維修，保障市民嘅安全。多謝大家。